由賢居庭院民宿。由賢居庭院民宿就喺襄陽古城裏面，行路就可以去到臨漢門、北街、襄陽城牆呢啲核心景點。咁你周圍去玩就好方便，可以輕鬆感受古城由朝到晚嘅生活氣息。裝修風格多係中式、新中式或者田園風，同古城嘅歷史韻味好夾。同啲標準化酒店唔同，佢可以提供更有情調同設計感嘅住宿體驗。除咗風格獨特，民宿亦都有現代化設施同貼心服務。佢完美咁結合咗便利地理位置同輕鬆庭院生活兩大優勢。開窗簾，同個名一樣，民宿通常有個中式庭院，有綠植、有茶座，等你可以避開人群。喺遊覽之後，有個私人空間，靜靜地坐低，飲下茶，輕鬆一下。襄陽喺湖北省西北邊，漢江中游，同湖北、河南、陝西、重慶四省市接壤。呢座有超過2800年歷史嘅名城，素有7省通渠嘅稱號。因為漢江穿城而過，形成天然屏障，自古就係兵家必爭之地，被譽為華夏第一城池。襄陽匯聚咗楚文化、三國文化同漢水文化。呢度係諸葛亮當年隱居嘅古隆中所在地，亦都係金庸武俠小說裏面充滿俠義精神嘅地方。曲徑巷，而家嘅襄陽更加係一個重要交通樞紐。高鐵網絡四通八達。面迎天下酒家。襄陽牛肉最出名係佢哋嘅烹調方法，尤其係襄陽乾炒牛肉同紅燒牛肉。餐廳用本地黃牛，肉質結實有嚼勁，煮嗰陣好注重香料，食落濃味鹹香，帶少少辣，好有江湖菜嘅粗獷風味。係當地屋企同宴客嘅硬餸代表。硬餸唔係指碟餸嘅口感硬，而係指餐上夠份量，可以撐場面，顯示主人誠意嘅主要餸菜。襄陽古城北街。
北街係襄陽古城裏面一條南北走向核心嘅歷史文化街區，全長差唔多1公里，南邊起自昭明台，北邊去到漢江邊嘅臨漢門城樓。條街用青石板鋪成，保留住明清時期嘅建築風貌，兩邊係飛檐翹角嘅仿古建築，集中展現咗襄陽作為歷史文化名城嘅肌理。孫貴妃廣西孫爺，而家嘅北街係傳統同潮流交集嘅文旅地標，街上面匯聚咗襄陽牛肉麵、黃酒、孔明菜等等地道美食同老字號，同時亦有文創小店同咖啡館呢啲現代商店，係遊客體驗襄陽煙火氣嘅必訪之地，日頭夜晚都人來人往，絕對稱得上係古城第一街。臨漢門，襄陽城牆係中國現存最闊、保存得最好嘅古城牆之一。佢嘅核心優勢在於城水一體嘅防禦設計。城牆外面環繞住亞洲最闊嘅護城河，平均闊180米，同漢江嘅天然水係連通，形成一道難以逾越嘅水上屏障。呢種設計能夠有效阻擋陸軍衝鋒，阻礙攻城武器靠近，而且喺被圍城時期成為守軍嘅水上生命線。南宋末年1267到1273年，襄陽同樊城經歷咗一場持續6年嘅圍城戰。蒙古軍隊動用咗當時最先進嘅攻城技術，始終無法正面突破襄陽城牆同臨漢門嘅防禦。最終蒙軍被迫改變戰略，先攻陷樊城，再用回炮攻擊，先至因為守軍彈盡糧絕而破城。城牆加護城河加天然江河嘅3重防禦模式，被軍事學家視為古代軍事工程嘅典範。漢江，天地将明灯，花香溢满园，要为你弹一曲古筝。雨落无言般，你我落红尘，今生又有入谁心门？求得一人心，岁月不分离，与你相遇的拥着春风，心事有多浓，总与你最懂，等你归来。我愿等晚风徐徐，送归个你，我愿等晚日情深，刻进我的魂，我愿等在襄陽盛世堂城，凱旋樓，
盛世堂城最初係為咗著名導演陳凱歌嘅電影《妖貓傳》而量身打造嘅超大型實景拍攝場地。2010年之後，中國影視行業蓬勃發展，但係當時現有嘅影視基地滿足唔到《妖貓傳》對盛唐氣象極致輝煌嘅視覺要求。導演陳凱歌同投資方需要一個能夠完美再現大唐標誌性建築嘅地方，最終決定唔改造現成基地，而係另起爐灶。最後揀喺歷史文化名城湖北襄陽，呢度本身就有楚文化、三國文化嘅背景，而且位處中國中部，交通方便。為咗確保建築風格純正，團隊並冇參考明清建築，反而專登去咗日本奈良進行考察，因為奈良時期嘅建築深受中國盛唐影響。青龍寺。盛世堂城入面嘅青龍寺係完全根據歷史記載同影視需求喺景區內復原建造嘅仿唐風格佛教寺院。青龍寺位於陝西省西安市，始建於隋代，公元582年，原名靈錦寺，到咗唐代達到頂峰，係中國佛教密宗嘅重要祖庭。公元804年，日本留學僧空海弘法大師嚟到呢度，拜衛果和尚為師，學習密宗佛法。空海學成返去日本之後，創立咗日本真言宗，所以青龍寺俾日本真言宗信徒視為聖地。山門。
唐城朱雀門。甕城。承天之門。牡丹壇。伏羲摩崖石刻雕像就係用成座山做畫布，為中華文明嘅第一位偉人伏羲雕刻一幅頂天立地、永垂不朽嘅巨型肖像。伏羲佢奠定咗我哋認識世界、八卦、組織社會、婚姻制度、傳承知識、文字嘅最初模式。御花園。沉香亭。鳳棲樓。
生又犹如谁心门，求得一人心，岁月不分离，与你相遇的拥着春风，心事有多浓，总与你最懂，等你归来。我愿等晚风徐徐送归一个你，我愿等晚日情深刻进我的魂，我愿等3月春花归来是故人，我愿等柳絮花开，白云封山住，我愿等晚风徐徐送归一个你，我愿等晚日情深刻进我的魂，我愿等3月春花归来是故人，我愿等柳絮花开，白云封山住，山住。点一盏明灯，花香已满园，要为你弹一曲古筝，雨落掩满你我落红尘，今生又犹如谁心门，为你深情诉，还一见如故，恋爱让人生糊涂，马大草追逐，鸟儿绕长鸣，是你归来。我愿等晚风徐徐送归一个你，我愿等晚日情深刻进我的魂，我愿等3月春花